使徒行传第19章。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，保罗经过内陆的地区，来到以弗所，伫遐有拄着几若个门徒，伊问因：恁信主的时有领受圣经无？因应讲：无，阮到今毋捌听到讲有圣神。保罗阁问讲：安尼，恁领受的是甚物洗礼？因应讲：是约翰的洗礼。保罗讲：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，伊叫以色列人着信缀伫伊后面来迄位，就是着信耶稣。因听了就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。保罗一个甲因按手，圣神就降临伫因身上，因就用灵语讲话，搁宣讲上帝的信息。因拢总有12个人。保罗连续3个日久，入去会堂，好打传道，甲人辩论上帝国的事，考劝因信主。不过有一寡人固执毋信，伫会众面前诽谤主的道路。保罗就带门徒离开因，逐日伫吹纳罗的讲堂甲人谈论。安尼继续2年久，所有住伫亚细亚省的人，无论犹太人也是希腊人，拢有听见主的道。上帝用保罗的手行奇异的神迹，甚至有人摕保罗因价的手巾，也是围裙，放伫病人身上，因的病就好去，邪神就对因出去。迄时有几若个行江湖得赶鬼的犹太人，嘛想要借主耶稣的名来制压邪神附身的人，讲：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，命令恁出去。犹太的祭司长司基瓦的7个囝嘛在做这款代志。毋过邪神应讲：耶稣我捌，保罗我嘛捌，恁呢？恁是甚物人？迄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是我去攻击遐个行江湖的，甲因制服，互因受伤，赤身裸体，对迄间厝逃走。住伫以弗所，所有犹太人甲希腊人听到这项代志，拢真着惊。主耶稣的名大受尊重，有真侪已经信的人出来公开承认，佮报人知因过去所做的代志。有真侪惊邪术的人，摕因的册来放规堆，伫众人的面前放火烧。因计算册价值大约有5万的银元。对安尼，主的道一直传开，大大兴旺。这个代志了后，保罗受圣神感动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甲阿该亚去耶路撒冷。伊讲：我到遐以后，嘛一定着去访问罗马。伊就找2个助手提摩太甲伊拉多去马其顿，家己暂时留伫亚细亚。拄迄时，关系这个道路伫以弗所引起严重的扰乱。有一个叫做迪米丢的拍银师傅，伊用银做女神阿底米的庙的模型，互一寡师傅趁袂少钱。迪米丢甲遐个师傅甲所有的同业一挖来，对因讲：各位，恁知咱是靠这个工业得趁钱。现在你有看到，阁有听到这个保罗得做的代志？伊讲，人的手所做的拢毋是神。这个话毋若伫以弗所，嘛差不多伫全亚细亚省，有互真侪人受教唆去缀伊。安尼，
毋但咱即个事业会拍歹名声，连伟大的女神阿底米的庙都会互人轻视，全阿西亚省甲全世界所得拜即个女神的尊严嘛会受破坏。群众一直听到这话，非常受气，大声喊：有所人的阿底米真伟大！全城拢乱起来，众人拖保罗的同伴马其顿人加油甲阿里达古，规定做一个冲入去剧场。保罗想要入去群众内面，毋过门徒甲伊阻止。有几若个阿西亚省的官员是保罗的朋友，嘛找人去劝保罗，毋通入去剧场。一时，规个会场乱吵吵，一人喊一项，大部分的人毋知因是安怎得自责。群众中间有人将扰乱的责任归乎亚历山大，因为犹太人甲伊杀出去头前，亚历山大就比手势叫因安静，想要甲因辩明。因一个认出伊是犹太人，就拢大声喊：有所人的阿底米真伟大！安尼直直喊2点钟久，城的书记官和群众拢安静了后，讲：伊有所人，啥人毋知伊有所城是伟大的阿底米庙，甲对天落落来迄块圣石守护者。既然无人会当否认这个代志，恁应该安静，毋通冲动。恁拖这的人来遮，毋过因并无守寺庙，嘛无亵渎咱的女神。迪米丢甲伊的师傅，若要控告，有开庭的日子甲主持诉讼的官长，因通提出告诉。恁若有其他的要求，通伫定期的会议解决。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，咱惊了为互人追究责任，搁对这款的混乱，咱嘛提袂出理由，通辩解。讲这话了后，伊就宣布散会。